诗篇5章第1到第2节，咱做伙来念。耶和华，求你按耳孔听我的话，监察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上帝啊，求你按落听我求救的声，因为我你祈祷。选择咱要做伙来为着咱个人的罪，也是属灵生命成长来祈祷，嘛为着咱个人各种的需要，也是身体，也是工课，也是教会服侍，拢献上祈祷。为着咱的家庭和谐，为着咱厝内面的平安，也是咱的健康，还有家庭的经济各种的需要，咱献上祈祷。咱做伙开嘴，哈利路亚！主啊，我伫你的面前来领阮的罪，要使我的罪，主啊帮助阮，互阮无伫罪行，互阮成做主你所欢喜的百姓甲囝儿。主啊，祈求你赐我好身体的健康，我特别用动力。主耶稣，我的家庭，我的家，拢要交在你的手，绝对袂离弃我的家庭，会当和谐，我处处平安，我的健康，交在你的手，主耶稣，阮感谢你，感谢你真疼阮。当阮你认阮的罪的时阵，你就要赦免阮。主，阮伫你的面前，阮要常常谦卑，阮要常常来学习，互阮的生命会当活出主你所爱的香味。主，阮嘛要为着阮生命中各样的挑战献上祈祷。主，你是阮的牧者，你是阮一切帮助的来源。只有你会当帮助阮跨过生命中所有的困难。阮嘛要将阮的家庭、教会中每一个家庭仰望伫你的手，愿你圣手扶持阮、施恩保守阮，互阮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人，因为主会同在，阮的家庭得到平安，得到喜乐。阮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阿门。接着，咱来为着教会每一个家庭来祝福。祝福别人是上帝，上帝最爱祝福咱，所以咱嘛来祝福别人。咱有权柄去祝福别人。好，搁来为着咱判别中的兄弟姊妹、这肢体，为因献上祈祷。咱知影的周报内面，也是你即马知影的一寡兄弟姊妹的境况。为着咱伫大业中，也是经济困难的兄弟来为因祈祷。检查咱伫真舒适的环境内底，咱袂当去体验经济困难遐兄弟姊妹的艰苦。咱为因祈祷，求上帝为因开路，特别为着哀伤中的家庭献上祈祷。哀伤爱真久的时间，所以咱爱常常替因祈祷，互因伫哀伤内面会当定心站起来。咱做伙开嘴，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为着教会内底每一个家庭来祝福，主，求你祝福每一个家庭，万事荣幸，每一个家庭拢来经历主你的平安，经历主你的信心甲存在。主啊，我们为着这判别中的兄弟姊妹献上祈祷。主啊，愿你的医治来临到每一个病痛中的兄弟姊妹，你注意，也是你厝内面，也是你疗养，主你平平看顾因，主帮助因要失到信心，互因的病痛会当得到医治甲扶持。主啊，特别为着大家中经济困难的家庭，我来献上祈祷。哈利路亚！主啊，你是供应的主，丰盛的主，就是供应所有的需要的家庭。主啊，特别为着夫妻的爱伤中的家庭，为了爱伤的家庭，这个主你大的扶持，让平安进入这个家庭中。我们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接着，咱来为第3项来祈祷，为着咱所徛起的城市环境的平安来祈祷，为着咱台湾的国际地位，也是台海关系平安，搁为着福音会当伫咱台湾每一个所在乱传遍。求上帝祝福咱台湾的百姓，人捌真神。我相信咱的身躯边有足侪人。伊毋捌上帝，伊嘛毋捌福音，所以若有机会，咱就开喙来邀请，互兄弟，互咱的厝边，也是咱
厝内面的人会当来饮捌主。我真感谢上帝，虽然阮厝的人拢我的娘家拢是基督徒，婆家这边嘛基督徒，但是我的第二媳妇，伊旧年过来时阵，也毋是基督徒，但是我甲伊传托因，后礼拜要受洗，这是阮感觉真感恩的代志。有个人要传福音，传足侪年，但是伊真顺服，甲伊讲咱来受洗好无？甲囡仔做伙受洗，伊马上讲好，拢无怀疑。我问讲你为什么要受洗？伊讲伊感受到基督徒家庭的温暖，所以鼓励大家勇敢开喙，甲你身躯边的人，甲伊邀请，互伊成做上帝百姓，这是真福气的代志。第四项，咱为着中东国家的战事来献上祈祷，祈求上帝平安的降临伫咱这战乱的国家。咱做伙开喙，哈利路亚！主啊，谢你，谢你是掌管一切主，主啊，你是主是啊，去万天的主，主啊，求你赐福，求你保守台湾这土地，保守我所倚的一切的所在。主啊，你是主，求我的王，全是我的主，为了你我的心。主啊，求你让我你的就是看我的希望的心。希望是可惜，我的主推，希望的动作，主啊，我福音上面在位，每一个人真正的这个念在你，主要是主要是我为着阿里中国的战术很久的为你来保守这个战术，让下面来结束，上帝稳定，在战争的国家三角区，所以面对伫迄个战乱中受伤害，上帝。上帝，阮感谢你，阮感谢你是掌管台湾的主，是阮所徛起所在的主。恳求你四围看顾保守阮，互阮所徛起的所在都有平安。主，阮嘛要恳求你来祝福台湾，这充满毋捌你的百姓。主啊，这毋捌你的百姓因何等需要你？恳求你使到稳定。互因拍开因属灵的目睭，来跟对你；互因的心拍开来接受你。主，阮嘛要将阮的国家交伫你的手里，也将中东这战事用放伫你的手，因为你是掌管一切主，你是公义平安的主。愿你将你的公义平安和平，就降落伫这个国家当中。愿咱的祈祷感恩，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求，阿门。所接，咱要来为着咱教会来祈祷，特别为着咱50周年所举办每一项的活动献上祈祷。咱较接近的就是4月26日下晡有圣歌队的观摩会。咱感谢主，互咱教会每一个事工拢真稳定来进行。但是咱要将这分享出去，咱毋是要品风家己，咱是要为着互相来分享，互相每一个教会拢受到造就。搁有5月16日，咱有唯一的祈祷事工的研讨会，7月初4敬拜赞美事工的研讨会，8月初9，特别伫8月9月了后，互咱有感恩礼拜的筹备，搁有济事工要运作。咱做伙来祈祷，咱做伙来守望，咱每一个活动拢会得到主的带领，毋是咱会当做啥物，是主伊咱做啥物，咱做伙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主啊。阮的计划可能无够，阮的智慧嘛无
大愿，互阮教会在对外所有研讨会也是分享会，拢会当带来每一个教会，互因影响咱，互每一个教会拢建立起来、复兴起来。主，阮将阮教会这近期在要所举办的每一个活动、每一个演习会、每一个计划，交托伫你的手。恳求主，正做阮的牧者来引带，阮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阿门。最后，咱要来为着今仔日两堂下礼拜献上祈祷，咱为着咱的牧师今仔日的讲道，也为着咱家己、咱的会友谦卑领受的心来祈祷，也为着咱教会每一个团队有合一的服侍，为着主日学查经班也是门徒训练。咱有两个门徒训练，的课程咧上课。那么最后啦，当心宣告富强教会是上帝所赐福的教会，咱做伙开喙来祈祷。哈利路亚，上帝祝福阮今仔日的敬拜，求上帝老师，使阮的会友，上帝祝福阮，使我拢伫主里多事情的里，使我小处小处，主你是阮的主，是我是快乐，主你是阮的哈利路亚，主啊，阮将阮今仔日的敬拜，今仔日所有的服侍交托仰望伫你的手。阮阁要一摆宣告，你是阮的大牧者，你是阮的引带者。主，阮将阮的牧师仰望伫你的手，愿你祝福阮的牧师，互伊今仔日所讲所开帖的真理，拢成做阮的帮助。主，愿嘛帮助阮每一个人谦卑的心来领受上帝你的话语甲教导。主，阮嘛要将每一个服侍团队仰望交托主，你是阮的牧者，你引带每一个伫服侍的岗位，拢有真好的服侍。阮所服侍的、所连接的，拢为着每一个会友也是新朋友带来更较好、美好的连接伫内面。主，阮也将主日学的老师、囡仔，因伫无论是教学，无就是囡仔，主啊，伫遮细细的囡仔，拢是主你所交托的羊。愿你祝福赐福遮个羊，互遮个羊伫细汉的时阵，因为伫主日学内面来领受主你的真理。主，阮嘛要恳求你无论是查经班，有两个查经班，也是遮个门徒学校，你白白赐了智慧能力伫老师的顶面。互遮个学员所领受的，拢成做因生命当中的帮助。主，我嘛要当心宣告，阮富强教会是一间疼人的教会，是一个复兴的教会，是一间为主传福音，是为主来行出真道的教会。主，愿你的赐福济济降临伫阮的教会。阮安尼感恩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阿门。请咱起立。伊是咱的大牧者，伊是大牧者，是命的主宰，我一生只看看主的笑。伊是大牧者，是命的主宰，我的牧者，你是我的声。是大牧者，是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看主的声。你是大牧者，是命的主宰，我的牧者，你是我的声。来敬拜，咱
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才做上帝子民。因为耶稣的敬拜，因为耶稣无阻碍，因为耶稣彼此温主相关来，不是欢喜的一起，不是无通的相比，因为耶稣在能让菩萨高低，因为耶稣的敬拜，因为耶稣无阻碍，因为耶稣彼此温主相关来，不是欢喜的一起，不是普通的相比，因为耶稣在能菩萨高低，咱拢正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名字，咱拢正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才做上帝子民，因为耶稣才做神，因为耶稣的公义，因为耶稣来护着我的人生，我一样守住我命，我一人跟你走天，因为耶稣奉行善也做主了，因为耶稣当敬拜，因为耶稣无阻碍，因为耶稣彼此温主相款待，不是欢喜的一起，不是普通的相比，因为耶稣在能让菩萨高低，因为耶稣在能让菩萨高低，因为耶稣在能让菩萨高低。感谢主，互咱正做一家人，咱做伙来敬拜，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在到主的面前，我亲像我就，只要守着这主的人，主是心的来勇敢自由稳定，信心会被念着彼此人，咱就是尊贵的咱就咱是尊贵的祭司，咱是圣洁的国度，咱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基督的教会，就是咱的教会，咱拢就是教会。基督是教会，咱就是教会，咱是家，咱的骄傲的主，来到主的面前，咱亲像我就，一粒守着这主的人，主
咱用欢喜的心来迎接咱的主耶稣。大是阮听人的主上帝，阮亲像当时耶路撒冷的众百姓，在欢呼迎接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总是阮知，阮毋只干那迎接主，阮的君王，阮是要迎接救赎生命、拯救人类。带来世间新的开力，阮的救主耶稣基督。主啊，阮今仔日伫中秋主日，伫遮组织敬拜，我一边来见证主耶稣基督为世间人所做的牺牲、讨放，互阮重新得到新的开力，重新得到生命的盼望。愿阮的礼拜也请做一个荣耀俄罗主的敬拜，也是见证主耶稣基督救恩的礼拜，也是见证阮真侪主的百姓，互主所拣选，要为主宣扬这个救恩的基督徒的礼拜。愿主的平安到阮伫地，愿这个礼拜归荣耀伫主。愿咱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日姊妹请由阮徛底，咱做伙来纪念新的改名，来明白主的教示。来。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戒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戒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改名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证明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阿门。请坐。
兄弟姊妹，伫咱线接下面的定事，牧师甲咱邀请吼，咱伫今仔日有举行即个异地的祈祷的时间，咱伫讲道后有备班，所以请兄弟姊妹，你心内祈祷备班，若是你有需要，咱准备到头前来接受祝福，也请咱的长老，请咱的即个带导团队甲小组长准备，咱做伙来服侍，多谢。启应文27篇，咱三甲来启应，我来启，会众来应，着称赞上主。上主的名应该受称赞。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上主统辖万国。啥人会当甲上主咱的上帝相比？伊对真爱提拔善食人，互因甲贵族摆做伙，伊互未生的富人人有大家庭，着称赞上主。祈祷，这是咱三甲来祈祷。慈悲仁爱的天父上帝，万物的创造者，阮今仔日同心自执伫你的面前，要用敬畏谦卑的心来调起你、敬拜你、尊重你。主啊，今仔日是中秋主日。阮纪念主耶稣基督谦卑进入耶路撒冷，百姓手也中秋节，嘴唇高声俄乐赞美，称颂奉主名来的王。但你却毋是用世间的权势来做王，却是竞选顺服受苦的道路，一步一步行往十字架。主啊，阮感谢你，你明知影人的软弱、甲恶劣，犹原甘愿为着救赎世人，进入苦难，担当罪的代价。恳求你即时临伫阮的中间，互阮的心思意念离开世间的纷争，专心仰望你，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主啊，阮承认，阮时常讲欢迎你，心内却无完全来降服。阮时常敬拜你，生活却阁是照家己的意思来行。恳求你施行赦免伫阮的心上，用你的真理的光来光照阮，互阮重新学习背起十字架来跟对你。亲爱的主耶稣，阮也伫即个特别的时刻，为着富强教会影子设教50许年，同心将教会一切筹备计划方向甲事工交托伫你的面前。阮深知50年的历史，毋是出自人的智慧甲开力，乃是你丰盛的恩典甲信实保守的明证。主啊，阮献上阮满心的感谢。伫教会设教以来，你兴起一代搁一代属灵的前辈，用无私的奉献、忠心的服侍来回应你的呼召。因无求人的荣耀，却甘愿点点的将教会所有的事工挂伫心头，用祈祷、热心甲一生的岁月。为着教会来奠定信仰的根基。主啊，阮要遵从你通过所有信仰前辈所成就的所有的事工，
也承认阮教会今仔日所徛伫的所在，是建立伫精灵、劳累、祈祷甲无私的奉献的所在。恳求你帮助阮这下一代，谦卑承接所交付的使命，无辜负众人的忠心，搁较无偏离你的旨意。恳求你持续，互富强教会清楚异象。无互阮当时维持现在的状况，佮开始勇敢来回应你的呼召。伫教会事工小组的牧养、宣教的异象种种的服侍中，同心合意，跑走头前的道路，勇敢向前。求你以信心来引带富强教会，伫下一个50年持续真道广传福音。实践主所交托的大使命，成做荣耀你圣名的丰盛教会。主啊，当阮进入受难周，求你带领阮的心，学习主基督的谦卑甲顺服，学习为人舍己的疼，互阮一生来所军队，毋但是遭受主你的欢呼，佮开始跑走十字架道路中的忠心。阮将今仔日的敬拜、读经、讲道，所有的敬拜流程，全然交托伫你的圣手。愿一切荣耀、尊贵、甲权柄归伫三一真神。阮安尼同心祈祷，拢是奉靠阮的救主、和平的君王，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门。享受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2位所在。第一位所在伫撒迦利亚书9章第9节，第二位记载伫马太福音21章第1节到11节。这时我来强读。撒迦利亚书9章第9节，錫安的子民啊，着欢喜快乐；耶路撒冷的子民啊，着欢呼！你看，你的君王来啦！伊胜利凯旋，伊谦逊骑驴，就是骑驴仔囝。马太福音21章第1节到11节。耶稣甲门徒伫要到耶路撒冷，来到橄榄山附近的伯法其，迄时伊找2个门徒。甲因讲，恁去对面的庄舍，到遐随时会看到一只驴北的，阁有一只驴仔囝，甲伊伫地。你甲因偷开，牵来我遮。若有人对恁讲啥物，恁就讲主要用伊，迄个人会随时准你牵来。这个代志发生是要应验上帝通过先知所讲的话，就甲錫安的妇人人讲：看地，恁的王要来伫遮，要来恁遮，伊谦逊骑驴仔囝。第6节，门徒就去照耶稣的指示去做。因牵驴仔甲驴仔囝来，将外衫挂伫因顶面，耶稣就爬起骑。大部分的群众
将因家己的外衫铺伫路面，嘛有人错手的铺伫路面，互因大伊欢迎。前行后队群众话讲，大笔的囝何珊娜，奉主的名来的迄位应该受称赞。至悬的上帝何珊娜，耶稣一个进入耶路撒冷，全城拢喊起来，讲即个是啥人？众人讲，即个是对加利利的拿撒勒来的先知耶稣。圣经读到这，愿上帝亲自祝福听叹伊话语的人。献诗今仔日要请上扬诗班来献诗，因所要献的曲仔是《哈利路亚，俄勒我主》，咱同心来领受。感谢上扬诗班带来美好的诗歌。此时，请牧师来讲道。今仔日所要传讲的信息是樟树、乳菇甲十字架。天父姊妹，大家早平安。今仔日是樟树主日，就是咱进入主耶稣受苦，咱叫做受难周的开始。所以，咱今仔日也要通过这个樟树主日的信息，甲咱三甲来分享这个真重要信仰的课题。愿主通过主的话来示落伊属灵的开达甲帮助。咱伫即个讲道后，
咱有一个异地的祈祷的时间，咱是每一个月有举办一摆吼。而且我要伫分享进前，先甲咱鼓励，咱即个异地的祈祷，毋是一个仪式吼，一个活动的即个顺序来听。祈祷是要见证咱甲主迄个属灵的关系。过去即几年来，有即个异地的祈祷的时间，因为咱伫礼拜中进行吼，但是慢慢有真侪的兄弟伫后来的分享中间，因分享讲，伫即个异地祈祷的时间，因得到上帝奇妙的应允。顶礼拜咱的即个正正神学生，伊嘛有讲，伫即个异地的祈祷时间吼，其实毋是干那单纯异地即两字啊，是一个属灵的结连的祈祷吼。伊讲伊伫遐去见证着，伊搁定睛一遍受主呼召的即个应允。所以小等下礼拜讲到了后，欢迎咱兄弟楼顶5楼4楼，咱有比办心，迄个同心一意的祈祷是上帝所欢喜的。咱要分享做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恩待阮，互阮做伙有份来敬拜、来学习、来领受。愿上帝恩甲阮同在，也赏赐你的气力、圣神的感动，互阮知影你话语中的奥妙。迄个智慧、信心甲能力，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兄弟姊妹，中秋、儒啊、四日节是中秋主日，也是即个受难周三项真要紧的一个象征啦，吼，就是物件也是动物安尼。当咱要通过这三项物来思考即个耶稣基督。行进古坦的道路，迄款奇妙的应允，甲祝福。咱小等下会当搁学习经赞吼，就是讲，咱伫即个时间的中间来看见即个中秋主日是安怎来的。中秋主日是安怎来的？拄则咱毋知有注意读到马太福音无吼？马太福音吼，伊读过的第8节遐，伊敢若写讲。大部分的群众将家己的外衫铺伫路呢，嘛有人插树蛙，也从树蛙来铺伫路呢。伊无讲中秋，咱再来咱用经节来搁一遍复习就对啦吼。即个中秋、儒啊、甲四日节，咱大省是看见耶稣要通往受苦，应邀入城，应邀。但是，佫同往受苦，这两项煞对比的，也毋过共伫一个时段来发生。咱拄仔佫复习这个经节吼，即几项咱小可做一个复习。讲耶稣因要到耶路撒冷，还未入去哦，先来到迦拿山附近有一个庄舍，叫做伯法其伯法其就是讲，还未入耶路撒冷啦。就找2个门徒，甲因讲安怎呢？讲恁去对面的庄舍，伫遐随时会看到一只驴啊北地，佫有只驴仔囝甲伊伫遐。恁甲伊偷几牵来互我。所以若是较认真甲研究讲，是2只，毋是一只。一只驴啊，应该是亲像老母的感觉，佫只驴仔囝安尼，恁甲牵来安尼。搁来讲，若有人对恁讲啥物，恁就讲主要用因。主到底对方是安怎知影主要用因，就互牵来，这嘛是一个奇妙。伊无详细讲，迄个人随时互恁牵哦。门徒就去啦，照耶稣的指示，将驴啊甲驴仔囝将因的外衫铺伫顶面，耶稣就起来徛伫顶悬吼。大部分的群众将因家己的外衫铺伫路呢，嘛有人插树蛙，伊是讲树仔枝，但是无讲樟树咧，铺伫路呢，来甲伊欢迎。然后这个人安怎画讲前后军队的群众画讲，大庇的囝何山啊，奉主的名来，迄位应该受称赞，至高的上帝何山啊吼。耶稣一个入耶路撒冷，全城拢喊话起来，讲：这人是甚物人？这人讲
这个是对加利利的拿撒勒来的先知耶稣。这段就是中秋主日的一个中心的信息啦，吼。但是4本福音书拢有写耶稣入城哦，但只敢若约翰福音有讲中秋节，中秋节。因为咱要分享这段故事吼，马太福音写有较完整啦，约翰福音有写，但是毋是像咱在咧写遐详细。所以咱就用马太福音来学习，总是咱注意，只有约翰福音是记载讲因举的迄个树话是中秋节，是中秋节安尼。约翰福音12章12节，甲13节，伊安尼讲假日来过节，一大群人听到耶稣要来耶路撒冷，就举中秋节出去迎接。话讲何山啊，奉主的名来，迄位应该受称赞，以色列王应该受称赞。当咱读到遮啦吼，咱有真侪迄图画，伫遐咧描述耶稣入城吼，像这个吼，有人耶稣基得一吼，涂骹破衫，耶稣骑驴吼，一张是较有点迄个较特别的画图的动态。耶稣入耶路撒冷，这张嘛是耶稣入耶路撒冷的画，这是一个版画吼，这是现代人学习当时咧这个耶稣入城迄种欢迎的场面啦吼，这是现代人翕的，因家的迄个就是叫做中秋节安尼。那讲到遮吼，兄弟姊妹，咱读圣经吼，有时爱求上帝，互咱有一个较敏锐的一个观点吼。第一个，咱所想到的就是讲，这所有的群众，大家相齐来，话讲何山啊。咱现在唱何山啊，就是一个俄罗上帝的意思。何山啊，何山啊，对无？何山啊，何山啊，唱足欢喜。但是何山啊，原来佫有一个意思，讲求的哦，赶紧求愿啊，来求愿啊，安尼吼。何山啊是求愿的意思哦。后来变做讲做一个俄罗上帝的意思。第二个算数伫遮，咱看起来都无啥物奇怪，但是若注意甲想，会去看到即个。伊讲大必的子孙，俄罗即个耶稣讲是大必的子孙。第二，伊讲耶路撒冷，耶稣一个入耶路撒冷，众人拢喊话起来。恁问讲即个人啥物人啊？即个啥物人？咱看注意因回答哦，讲即个是加利利的拿撒勒来的先知耶稣。即句话看起来都也无啥物奇怪吼，都是一位咧传福音、传道理、传天国福音，应该认为讲是先知耶稣。但即句话甲何山啊，大必的子孙，咱人对遮来看见。拜一、拜二、拜三，就是受难酒一日一日的变化。伫遮就是埋一个线索啦，吼，这个线索就是伫因的眼中，伫因的思考的中间，因是要迎接一位君王，迎接一位拯救者，迎接一个亲像大必，佮重新来的第二个大必，要来复国，要来甲罗马人赶走。互因国家个重新恢复兴旺，亲像当时的大必共款。伊毋是一个就是讲哇，欢迎咱的救主耶稣基督拯救者。虽然当时因的弥赛亚的想法，就是咧讲拯救者无毋对，但是毋是个属灵生命的拯救者。也因为安尼，即个群众的认知开始伫即日了就开始无共款啦。咱拢知影，即个受难酒的过程啦吼。是人这个过程，就知影讲，群众伫遐咧喊话，因的需要，甲耶稣基督正讲伊要做的事，慢慢显露出来，嘛造成到后来，连知影讲伫拜五受难日，耶稣受钉伫十字架，迄个结果。今仔日咱思考即个中秋主日的道理吼，咱基督徒。爱有一个真清楚的认捌，就是讲世间人的认捌、世俗的认捌，
甲咱信仰的人物是无共款的。当咱来当进入到伫新的一站，耶稣是要安尼，是安那要安尼做？迄个超越世间人的认知、世间人的观念，也是讲世间人世俗的想法的时阵，咱才能进入到迄个信仰深层的所在。当兄弟姊妹，咱来看去遮，就是一场充满误会的凯旋啦，误解的凯旋。空气中，哇，漂流着迄个真兴奋啦、扰动啦。军将手中握着樟树枝，甲骹下铺遐衫，这是亲像一场迎接君王的典礼呢。迎接君王的典礼，无亲像咱后来知的受苦的奴仆。他安尼会产生什么情形呢？伫这闹热的景色的中间，有迄个属灵的落差，属灵落差差足远。军将所要爱的是因要爱的王，一个安尼足勇猛的领袖，带因来革命，赶出外人的统治，就是由罗马帝国的统治。但是耶稣是要展现出什么？伊是受车的救赎主。这个差别大到一个程度，耶稣煞互因送入去各国他。兄弟姊妹。樟树枝的荣耀，咱遮也樟树枝看起来都也无啥。今仔日哦，咱台湾这个所在也无人叶树啊啦，因为即马些加油棒足多吼，还佫会噗噗噗迄款的声。你若注意，今仔日吼，咱台南一个大代志，你敢知影？咱台南一间什么亚太棒球场，新的今仔日要开幕，正港的迄个职业球队要入去拍，爱当底几啊万人，大家一定去读各种的。乐器啦，要欢迎啦，要演唱啦吼。但是当时樟树枝就是亲像今仔举加油棒共款啦，就是咧乐旗啊迄种的吼。因为伫犹太人的记忆内底，樟树枝毋若水哦，因为伊足好，一支足好夹佫直，生了足顺的吼。毋是像咱树蛙安尼歪来歪去，就一支直亲像一支真水的迄个纸花安尼。毋是水啦，伊是民族复兴、军事胜利的记号啦。咱知影讲就地取材嘛，所以伫当时呢，也樟树枝就表示讲，哇，咱的军事战赢转来，也樟树枝来热。所以樟树枝是代表荣耀无毋对。咱看见两个对比政治的攻击，因为军将以樟树枝喊话何塞纳，因的心内想讲：哇，安尼罗马军队，这个世面耶稣入来这个君王入来，也是这个救世主来，会当甲罗马军队赶走。因期待这位惊神者的会带领因恢复大必王朝的荣光啦。这是一款的军将的心理哦。但是当咱看起这个老这个场面，基督徒伫今仔日，咱是要思考讲，有一个荣耀的错觉。有时咱嘛是干那为着要举樟树枝，樟树枝干那望讲求主解决咱的代志。意思讲，咱干那要得到耶稣基督救主的帮助，但是无要为着主来付出。财务危机啦，病得到医治啦，生活较顺遂啦。生活迄个各方面拢有受到祝福啊，但是无愿意付出代价。你就亲像迄场军将讲，我当然需要，也樟树枝我是要得到的，毋是要付出的。这嘛是用荣耀的错觉。这荣耀若是起在伫逐项是为着我好迄个信仰就无够迄个品质啦。因为迄是短暂的政治攻击。我解决我目前的需要，但是耶稣基督。互咱真正的信仰并毋是安尼，这是存在着落差存在落差伫迄个所在。所以对樟树，咱看见另外一个意象就是驴啊，伊的谦卑是特别耶稣选择的，代表温和温柔啦。因为咱知影讲，若一个君王入城骑驴啊。
有点四不像，对不对？迄骑马毋才会威风。阮上期待一位骑着战马，迄个腰边挂着长剑，迄将军，安尼毋才威风凛凛吼。但是耶稣生确实选择一只毋捌有人骑过的驴啊。安尼什么意思呢？耶稣伫伊的所有的作为中间，甲群众的理解中间，慢慢差距愈来愈大。这是一个恢复力的主权。咱知影讲战马象征着战争甲征服，驴啊是象征和平甲服侍。所以咱看见，咱拄则有读撒迦利亚吼，耶稣骑驴啊入城是要应验先知撒迦利亚的预言呐。伊安尼写讲。咱直接读台语吼，讲你看，你的君王来啦，伊胜利凯旋，伊谦顺骑驴啊，就是骑驴仔囝，骑驴啊。但甲迄个骑战马啊，威风凛凛是完全无相像的。咱知影，即阵美国以色列甲伊朗咧战争。哇！双方若嘛是讲点出讲因的武器偌厉害吼，偌准安尼。但是我见迄个足厉害武器的下面，人要怎找到永远的和平，才是重要。我赢你，另一天你赢我，安尼迄个战争永远袂煞。只有是人行入伫谦卑、和平、互相商量，才会当永久。耶稣是。经后壁段，伊骑驴啊入来到伫耶路撒冷的所在。驴啊责任是甚物呢？咱知影，驴啊，即只驴啊所坐耶稣，伊是背负着宇宙的主宰，但是骹步慢慢行，慢慢行，行入铺伫路年的衫，甲叶树枝。伊所在的是甚物？在甲咱提醒什么？军队主吼，毋是要点威风啦，毋是要点威风，毋是讲哦，你看哦，我的顶悬是坐着一个救世的主，啊，我遮驴啊嘛继续威风吼，伫遐展现，毋是啦。伊所承载是主的使命，带着主的使命，伊只不过是一个卑微的工具，毋是要点出伊偌厉害。所以，咱安尼想的时阵是讲，咱是毋是欢喜亲像迄只驴啊，放下家己的身段啊，我伫世间的身份、我的地位啊，我各方面的能力，咱敢若单纯亲像经节所讲的，主要用伊。亦者是即条路要行的路，并毋是原来想要行的，无一定喜意的路咧，是无喜意的路，但是是主要爱的路，咱欢喜军队无？驴啊，就是谦卑，军队着主耶稣行即条各各他的路。咱拄则有讲，樟树、驴啊、甲十字架，即三项伫即个受难周中间来显现。互咱什么款的学习呢？樟树，对咱讲迄棕榈树啦，吼。咱台湾较少即款的，因为迄野枣啦，即款物件伫中东遐较济啦。咱台湾嘛是有类似的啊，像椰子嘛是这方面的树啊一种，槟榔嘛是吼，咱知迄个两边的花拢真平均就对啦，坐落来一支真好举安尼。所以樟树伫中东的所在，伫耶路撒冷的所在，伫以色列所在是代表迄个欢呼热情的象征。第二，驴啊是谦卑，承载着安尼点点做。无出声，十字架是受苦的记号。像即位，咱伫即个樟树主日开始，对今仔日，今仔是礼拜日，樟树主日开始，过偌济做结束，还是讲过也做完成安尼。所以，若要讲是今仔日是第一日啦，樟树主日是第一日，明仔载拜一。应该是第二日啦。咱教会呢，最近今年咱特别安排讲，耶稣伫受难周的逐日拢有伊奇妙的作为哦。咱若敢若伫
受难酒，也是讲樟树主日来分享，敢讲袂了了解袂完成吼，也是讲到拜五咱个来纪念耶稣受苦中间耶稣安那经过，咱无拢解完整。当然，咱家己灵修拢看会到，所以咱伫今仔日周报内底有入一个蓝色的迄个灵修的单，咱转去咱读照这段经文有一点短的说明思考默想来祈祷安尼。你若时间会好势，咱要用这资料吼，伫明仔载连续4日的透早6点，咱做伙来教会做伙做伴来灵修来分享这圣经对咱的启示6点到6点50安尼吼。好对今仔日第一日到搁偌济，逐日有上帝奇妙的作为，耶稣基督逐日所做的事有记载。但是咱知影讲，受难酒上重要是咧纪念这个受苦的使命。咱知影讲，对百姓喊话和善那，到后来，共这群百姓喊什么？等于是一个和善那，甲等于是一个差遮多吼，一个天长的地啦。和善那是讲，你来救我，即嘛讲等互伊死是讲。你无效该顶是一个，该放弃去，差敢若差几日的时间，无几日的时间变化遐尼大，所以对樟树基，哇，欢迎哦，君王入城到来讲，哇，樟树基变是一个去樟树基变是一个，这是咱主耶稣所选择要行的路，也是基督徒。伫信仰上上界中心迄个所在，咱要安怎看见耶稣这条受苦的路，也成做我生命得丰盛的路。樟树基的荣耀是短暂的啦，伫炉仔顶的使命却是真沉重。这个进城毋是为了登基，意思讲毋是要做王话互大家赢请请。耶稣的入城是为着要承接迄个受苦的任务。哇！拢甲世间的价值观拢无共，世间人的想法、世间人的认知拢无共。兄弟姊妹，使命的区别，耶稣入城了，每一步拢是各个他咧行的方向。伊接受群众的欢呼，但是无沉迷伫迄个名声的内底。伊知影只有经过即个荣耀的误解，大家喊话人拢注意即个人，伊才会当伫十字架顶完成迄个。真真正正的救赎，有斗争的欢呼，这个误解了后，这群人共款送耶稣入十字架，安尼表示什么？世间人的罪性，无因为你原来的欢呼就解决。耶稣必须要用受苦、受定、流出宝血来解决这群人因的迷失，这群人也是代表世间人。咱人的罪，耶稣用这个来承担受苦的必然。樟树基若无高大，就袂发出新的芽；耶稣若无受钉死，伊就无法当赢过死亡。耶稣爱升入去死，伊才告我迄个开力才会当显露。伊若无死，逃闪也是闪避，你就无机会啊。所以兄弟姊妹，咱会当伫受难酒看见一个世间人所想的，甲基督徒也是信仰所想无共款的所在，咱都要深刻去体会到，咱知影讲迄个信仰的宝贵、价值甲独一。耶稣使命毋是要闪避痛苦，伊是要拥抱痛苦，因为知影将苦才能转化做医治人的膏油。古早咱知影抹油就是咧医治嘛。耶稣用受苦来成做油来抹咱，互咱得到荣耀，互咱得到医治。兄弟姊妹，咱若想着到遮，咱做基督徒，咱要做甚物款的？咱要得到甚物款的荣耀？纪念樟树主日，咱手中所握的迄个信仰的基，但是咱军队主毋是要骑马，毋是要满足咱的野心，是因为骑驴来破碎咱的自私，咱的骄傲，咱俩做逐项拢会真熬，
破碎，看无家己，谦卑下己，这是基督徒必须要经过。迄个操练吼，你若无经过，你会讲哇，即款代志啊，哪会安尼，拢无共款。你若还阁有世俗的观念，你就无通理解破碎家己迄个气力以及恩典。所以兄弟姊妹，张守基提醒咱，上帝确实配得荣耀，但是儒雅提醒咱，这个荣耀是透过谦卑甲顺服来得到的。顺服甲谦卑，所以你要得上荣耀，受苦的使命来提醒咱，真正得胜吼，毋是讲甲敌人消灭啦。这世间上啊，战争过来过去，战争过来过去。人拢感觉用武力要解决所有的代志，但是今仔日赢，明仔载换你输啊！所以循环，人的社会一直活伫这个苦难甲征战的中间。真正得胜毋是消灭对敌，是因为你欢喜舍己疼人。当你愿意舍己疼人的时阵，迄个真正的胜利才得到。耶稣就是要行这个疼来得到救的困难。所以兄弟姊妹，咱来放下手中啊，主啊，你听我的张守基，转来背家己的十字架。当咱愿意受苦的时阵，有缘来欢呼何塞那的时阵，咱才知影讲迄个入城意义是啥货。意思是讲，我现在都也无顺事，我现在都毋是照我原来期待，但是我依然要学老主，我愿要唱哈利路亚，我愿要唱画何塞那，你才知影讲啊，入城意义是啥物？毋是要得到世间的荣耀，是要得到真正属天的权柄。最后咱要讲的是讲，骑驴仔的见证甲成事啦，骑驴仔。骑驴仔伫圣经中是谦卑的象征，也是一个载体。用驴仔成为一个载体吼。伊的价值毋是在于伊家己是甚物人，较重要的是讲伊背负甚物。驴仔顶，古早的驴仔吼，真正是做苦工，甲牛甲马拢差不多啦。古早有一种行业叫做迄个磨坊就是讲。迄画帽，咱听过吼，台语讲画帽，就是讲两块大块石，啊，你割来割去，啊，足重的，才会当磨粉，磨迄个麦啊啦，磨做面粉吼，啊，磨遐个土豆打落去，啊，因为吼足重的就对啦，互啊马伤大只，啊牛吼毋听话，敢若驴啊上乖，所以咱台湾较无啦，外国有一寡所在，因古早也无机器咧磨物件的时阵咯。用驴啊，一个磨坊内底吼，甲驴的即个目睭甲按起来，啊，有一个人牵呢，啊，甲伊绑伫迄个管内底，啊，行一世，毋知行几万世，啊，就是要甲迄个画帽甲遐个粉加互油安尼。当有个人是做有个驴是做这个工课，但是耶稣骑的这只驴是背负了。一位拯救者耶稣基督，意思是讲，咱真做一只驴啊，毋在于讲我的身份是偌高贵、偌价值，是我有背负着咱所学老期望的救主耶稣无。重点毋是伫驴啊，是伊背的是甚物。所以，甲驴仔的谦卑放入去现代生活，毋是指的毋敢若是卑微，也是软弱。是种欢喜稳重家己、看无家己来成就大局的高贵的品格。所以，对你今仔日这个信息，有一个小小的分享，就是讲，伫咱教会中这个群体啦，咱这个群体兄弟姊妹几啊百人伫遮，咱期待是，咱成做一个恩典的管道，毋是成做一个属灵的明星。伊是讲哇，安尼很耀眼的。伫主的内面，咱拢是恩典的管道。谦卑的驴啊，提醒咱服侍最高的境界，是互人去看见耶稣，带人来见耶稣，毋是互你的才华显露出来。其实伫教会界，也是讲历史中有真多安尼
无成功的例，就是讲有遐个足有温顺上帝的萝卜，但是到后来煞提升家己，煞用家己退耶稣啦。古早到现今，足侪咱叫做教主有无？遐教主哦，来传到最后吼，是伊是主啦，耶稣无去啊。咱伫教会内底嘛是要常常注意到这样事。咱是要带人见耶稣，毋是讲靠你。啊，这是咱基督徒上大的一个，安尼讲一个条件甲优势哦。咱若看见马的服侍是世间人的认知啦，因为追求成就嘛。比如讲，咱亲像伫这教会中间，哇，咱逐项做了真好，互人学了讲你足敖足好。啊，这时阵吼，咱好像迄只马，哇，健马，大家看到你吼，讲马到成功，看到你，啊，就代志解决啦。有时咱家己受高举的时阵，颠倒是爱细致的时阵，因为有时因为安尼来跋倒。但是儒的应用是啥物？咱是要承载基督。咱伫咱服侍的中间，互咱的兄弟姊妹小组员，伊伫分享中间讲啊，伫你的服侍中间，互我听见耶稣基督，听见上帝对我讲话。安尼才是咱服侍上悬的水的所在。伫教会服侍中，咱徛伤悬，表现太完美，有时嘛会互软弱的人有压力咧，甚至吼去当着耶稣的面。啊，这有时咱无注意到的。有时咱是讲啊，我都尽力服侍，但是你有法度通安尼来讲，小可掩饰你的光芒无？这嘛是基督徒足重要的一个操练。所以当咱愿意亲像驴啊压落来，驴啊伊的悬度无像马遐悬。咱知啦，骑马吼，咱要甲马顶的人讲话咧举头咧，但是驴啊都要甲人平等。所以儒啊的意象嘛，是互咱看见讲，伊压落来服侍基督的听，也真正甲人亲近。兄弟姊妹，咱知影今年吼，咱台湾迄个农历拄是马年啊，吼，啊拄真好的对照，马年甲儒啊的性命，咱世俗期待什么？马到成功，龙马精神，一马当先，半马奔腾，马不停蹄，马力十足啦，吼，拢是这。啊，这是世间的标准啦，咱嘛袂使讲毋对。哎，这个物件得到是要创啥？成功是因为真侪人失败来得到的咧。啊，这个物件毋是歹，但是对基督徒来讲，伊也无完全。咱看见马的服侍甲儒的服侍是真无共款的。核心的价值有比较，咱讲一两项，比如讲马的价值是追求成功甲卓越，但是儒啊的思维是追求忠心甲同在，自我的形象、服侍的态度、终极的目标，拢伫马的意向甲儒的意向是无共款的。马是在这世间，亲像一个明星，互人感觉赢请，但是成功是在伫你对别人无一定有帮助，但是儒啊是一款的牺牲，是照上帝的意思带来平安，甲人和平。啊，这是真奇妙的对比啦吼！检查兄弟姊妹，世间拢咧教你安怎做千里马，但是主耶稣今仔日伫城门口所找的是迄只小小的驴啊。千里马甲驴啊差真侪，嘛真好通辨识啦。但是耶稣讲，带迄只驴啊，我要用伊。服侍顶。伫服侍上帝的重点，毋是讲咱有走偌紧吼，啊，咱家己走偌远，是你有行伫主的路无？咱背负的是啥物？你愿意放落迄个马的迄个骄傲，穿着驴仔的谦卑，你所行每一步，虽然真慢、真辛苦，但是你拢是为着这位和平的君王在铺路。所以，伫即个马年，咱无一定爱求马到成功啦，但是咱求主来用伊，求主来互咱领受即款的祝福。驴啊，樟树，较是日价，这是咱一个信仰的选择，也是咱要服侍主一个真奇妙的提醒。愿主赏赐咱伫驴啊的谦卑中间，互主的应显。
大大得着来贡献出来。兄弟姊妹，咱要先来做一个祈祷，然后咱准备要来做异地的这个服侍。咱兄弟同工来准备心，再来祈祷。主阮上帝，感谢你，阮看见中秋主日对圣经所记载，耶稣是骑驴仔入城，百姓用棕树枝来约来欢迎，这互阮什么款的启示？因为后来耶稣毋是表面上成做世间的君王，伊是成做一个钉伫十字架顶受苦的奴仆。主啊！伫苍穹主日以及过来受难周，愿阮大家用谦卑的心来行伫这条国家的路，甲耶稣同受苦。因为这个属灵的拯救，要看见主，要赢过世间一切的荣耀。这个荣耀是属天的荣耀，是拯救世间人对苦得到活命的得救的道路。愿主互阮三甲有份，伫受难周的灵修。思考默想，来看见这款奇妙的呼召。感谢你，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兄弟姊妹，咱准备要来做异地祈祷的时间，就像拄则讲的，咱毋是命令上帝来异地咱，是咱谦卑到主面前讲主啊，我有甚物款的软弱，甚至我有罪，求你赦免我。因为你的恩典赢过一切世间一切的困难，所以当咱用这款心，咱嘛期待兄弟姊妹话无出来伫头前，但是你当心的祈祷甲祝福，平平要紧，因为主看见咱谦卑迫切的祈祷。这时咱要请咱的敬拜同工做伙来唱，带咱做伙唱这首诗歌吼。这首诗歌就是赐我自由，咱同工做伙来唱。这唱的时阵，唱一半了后，咱同工开始做服侍，兄弟姊妹要受祝福、祈祷，无论是肉体有病痛，无论心灵有软弱，还是家庭有困难，还是你各方面要求主来应允的，咱拢到头前做伙来祈祷。咱服侍同工会当穿这领背心安尼较容易辨识哦吼。好来，咱开始准备来吟首诗歌，赐我自由。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生命，画出我生活中的忧愁，画出我心中的不安。咱兄弟免客气到头前，心啊，你伫倒位？倒位就有自由，世间随我。咱要受服侍，徛伫头一排哈，徛伫头一排。若无够的，咱徛两排不要紧，因咱穿背心的兄弟，咱会当认出来。搁一遍。赐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不要紧，咱有服侍，拢有穿背心，所以会当辨识哈。若较侪人徛第二排嘛，不要紧哦。我出我心，咱较需要较侪同工，较侪服侍同工来服侍哈。小组长、大岛团队、长老拢来头前服侍。何为就有自由，虽然随我落苦当当，主的行为互我自由。咱音乐继续，请同工开始为着头前的兄弟来做服侍，也邀请伫座位中的兄弟，恁伫祈祷中甲主讲：主啊，这是你的权能，心随落伫中间，求主你的医治甲透放，你的平安也顺遂互阮。咱大家做伙同心，为着这事交托主，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也是
交托信心的这个学习，愿主亲自引带甲保守，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主的应允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每一人的中间，感谢老主，感谢老主。还佫有需要有人同工来服侍吼，较侪同工来做服侍。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那完成的，咱看有人还有第二摆服侍的无？有第二摆服侍的无？咱请敬拜团队帮忙来唱条诗歌，所以来，再来唱一遍《自由》，使我自由。有人无服侍到，遐举手哦。使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生命，告诉我的心中的忧愁，画出我心中的不安。谁敢是我自己都为救主有。跟随我，我靠边当，主的行为和我自由。咱请受服侍兄弟，把你的手放伫你的身躯、你的心。咱在座兄弟姊妹，咱也同心来为着这伫主面前需要的兄弟来献上咱的祈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我的上帝，我勇敢行到你头前。毋是脚步偌济问题，是因为阮靠着信心到主面前。阮知影，当主你若肯，你的医治就要临到阮。爸上帝，徛伫头前的兄弟，有肉体上的欠安的需要，有心灵软弱甲软弱的欠缺，也有身躯软弱、心神肉体软弱，伫主的面前哀叫主。爸上帝啊，这是一个祭坛。是伫主面前一个属灵的征战。爸上帝，当阮同心一意交托恳求的时阵，愿主你照你的心意，照你大能气力，施落你的拯救，医治透放伫阮众众兄弟姊妹中间。有诶无到你头前的，当因对主恳求的时，也愿主你亲自来应允。爸上帝，主你有应允阮，阮平常时无奉你的名求什么。当阮奉主你名求的时，你就要来应允阮对你所求的，也要互阮的喜乐能得到满足。爸上帝啊，是啦，阮要奉你的名来恳求，因为阮靠家己无几力，是我靠上帝，我靠圣神的恩典对主来恳求。爸上帝，这兄弟姊妹，无论是伊心内所需要的什么，肉体欠缺是什么，软弱伫倒位，上帝给你照你的恩典。你的大能亲自施落，通过圣神的大恩，施落平安、拯救甲透放。感谢恳求、祝福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感谢主，拍拍感谢主，谢谢。咱多谢服侍，多谢兄弟，大家转去到家己的所在，多谢咱来做奉献，多谢。这是咱的奉献，咱用奉献来回应主的恩典。
会众请起立，咱三甲来吟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伫报告的大声，咱来背本话的金句。伫约翰福音16章24节，咱三角来吟，请到现在，恁用乜奉我的名求什么，恁就求就会得到，通互恁的欢喜满满。约翰福音16章24节，这是我来报告。请掀开周报第2页，下周的事奉当讲，司礼是陈秋怡长老，其他的事奉当讲，请咱家己来看。顶周甲本周逐项的聚会出席聚会的消息。请咱家己来要伊。集体交通第一点，今仔日是樟树主日，也是纪念主耶稣受难周的开始。今年的受难周对3月29到4月初4结束。伫这段时间，请咱用敬虔的心思想主耶稣受难的信仰意义。第2点，受难周的逐项聚会领袖的活动记在伫下骹。第有3月29到4月初4，受难周特别的领袖的时间，有受难周40天连锁祈祷、禁食祈祷，进入第6周，请咱来注意。第3点，大讨团要举办基督受难周的特别的聚会。邀请咱列位兄弟姊妹有备心来参加。当有伫4月初3基督受难日的礼拜，个伫基督受难日前的默想的早祷会的邀请。第4点，台南中华第一小区的基督受难周的圣餐礼拜，定伫4月初2暗时7点半伫后甲教会来举行，邀请兄弟姊妹共同来参与。咱第5点，本会伫下主日要举行过活节赞美礼拜甲圣餐的洗礼式。咱伫后礼拜当有一场的聚会，而且咱是对8点40开始，伫8点40，毋是伫9点，请大家会友注意。第6点，小会报告，本会敬拜中心有新购买一台卡哇伊5号的手工演奏钢琴。伫第2小点，咱嘛感谢王信昌长老甲刘国珍长老娘专家来认献全部的钢琴款。因听主甲听教会美好的心意，愿上帝亲自来建立甲祝福。伫富强50禧年的庆典的时间，第1点，本会定伫4月26要举行圣歌队的诗歌观摩会，详时嘛邀请兄弟姊妹踊跃来参与。咱嘛伫5月16要举办教会祈祷事工的研讨会，嘛邀请咱有备心来参加。第3点，咱也小会有定庆典50周年的庆典委员会，规划伫8月初9礼拜日下晡要伫文化中心举行感恩礼拜，
会后要5点半伫中营酒店举行参会。为着要互筹办来顺利，咱伫4月开始要开始第1期的报名的作业。邀请兄弟姊妹有备心来报名参加。伫文道培育时间甲演习会消息，请咱家己来斟酌；牧区团契的消息，请咱家己来看。关怀台岛的事项，请咱持续为着下列的事项，咱来关心台岛。总中会甲社区的消息，请咱家己来注意。奉献精神的部分，请咱家己来斟酌，有出入的，请财务的同工来更正。以上，咱请牧师来补充补充报告。各位兄弟，我做几项的补充。头一个，咱真欢喜，咱伫国外转来台湾的兄弟啦，咱欢迎一成兄倒转来咱中间欢迎你哈。伊伫加拿大倒转来，搁一位是王秀云姐，秀云姐，伊是对美国转来哈，因久久拢住伫美国甲加拿大，但是久久会转来台湾啦吼，欢迎因吼，请坐。有几项提醒吼，就是讲对今仔日开始进入到秀兰州吼，咱有咧提醒啦吼，意思讲兄弟姊妹，咱对明仔载开始吼，即礼拜中间吼。甲恁兜遐水衫、红色的、红花柳绿的衫吼，暂时甲放带一位安尼，穿较朴素、较素色的。你毋是讲袂使穿啦，意思讲咱要甲主受苦吼，来思念主的受苦。第二，明仔载到拜4天的时间6点哦，透早6点，咱要学习用透早来灵修，所以伫教会有举办即个秀兰州的灵修祈祷的时间伫3楼。因为咱是足早，咱有特别准备吼，即个早餐啦吼，所以吼，咱若会当参加，你伫楼骹迄个办公室签名一下，你准备的量毋知有够。你若临时讲我无签名嘛要来，袂要紧啊。你若到时来分早起的时阵讲，毋免我无份，因为我无登记，我会当参加聚会，安尼对无吼？但是呢，你若讲我时间都较远咯，要来有困难，咱。周报业就一张蓝色的，即个灵修单吼，灵修的单，逐日拢有一段经节，有一段灵修默想、祈祷，你就照即个来灵修。当然，咱嘛现在还阁有继续，即个最后一礼拜吼，迄个禁食祈祷吼，连续禁食祈祷。但是特别邀请咱参加的是啥物呢？就是拜4暗，拜4暗有一个就是耶稣设立圣餐的日嘛。咱中会第1小区要伫后甲教会办一个圣餐礼拜，你若时间会使，咱应该是7点半吼，咱到后甲教会来参加。咱家己教会办的就是大型的即个受难日祈祷礼拜，就是伫拜5吼，拜5暗吼，拜5暗8点，4月初3，请大家踊跃拢来吼。来甲耶稣同受苦，领受即个救恩，所以请迄天大家烧酒，做伙伫拜5暗，做伙来参加即个聚会。安尼就是咱规礼拜拢有节目哦吼，大家做伙有份来孝念主的受苦。过来就是礼拜日，后礼拜4过偌济。咱过偌济吼，要照咱第1场的时间，咱即马规气用8点40照惯势吼，8点40开始吟诗。祈祷，然后进一礼拜，咱一场尔定，要圣歌队要来唱即个诗歌，来学了上帝吼，来庆祝主的即个过活。咱迄天咱有洗礼，有圣餐吼，所以干那一场尔定。咱后礼拜有16位啦吼，要来受洗礼、坚信礼、信仰告白、搁小儿洗礼吼。咱请这个。报名要洗礼、坚信礼，甲即个信仰告白兄弟，阮要伫拜3，即礼拜拜3暗时吼8点，要有一个问道会。咱若上请邀请咱的长老，时间会好势，拜3阴暗8点，来到1楼的心灵专教，来甲遮个受洗兄弟见面，来甲因勉励哦吼。即点甲咱报告安尼。其他有关遮的圣餐各方面的，拢伫遮写好势啦吼，感谢主。咱过来有一个活动，就是5献上朴素的
培灵会，4月11拜六，就是过完过迄个拜六，咱伫早起9点，因为咱有要准备地点，所以需要请咱报名咱用 QR code 来报名嘛会使，伫办公室登记嘛会使。这5现钟博士旧年来时，大家听了感觉真感动啦所以欢迎大家踊跃报名来参加安尼好咱感谢主啦咱最近教会庆祝50年嘛嘛是喜事连连的咱有准备讲咱甲咱的教育中心来征收咱有添购一寡新的物件，但是上帝祝福啦咱这礼拜咱这只琴要退伍这只琴要退伍咱拜二一只新的琴就要来咱本来顶礼拜有讲兄弟咱斗有份啦为着50年的新的琴来奉献无想过无2天咱信上长老因唱去奉献，全部因拢奉献，来甲拍鼓励者，多谢因啦而且恩典满满的，其实毋是干那因奉献这只大只琴咱阁有梅芬这个律师嘛奉献只直立式的钢琴，要伫咱迄个微光咖啡的所在。咱讲有这道有两道有三咱的昌城执事咱的指南执事嘛讲，你这组鼓伊要献咧拢爱鼓励这是上帝恩典咱教会50年真侪所在会当搁定换新其实是靠兄弟姊妹大家认真勇敢来参与上帝恩典嘛继续伫咱中间咱50年还阁有真侪活动要进行，请咱继续为着这个事来祈祷，安尼愿主赐阮祝福满满好明仔载开始有迄个祈祷会欢迎咱大家踊跃来参加报名，多谢。上营会众请起立，因专首。愿主你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予你心的安宁，甲你分享主的听堂，亲像长老活水。即时请牧师来祝祷。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堂、圣神的扶持、引带帮助，正大家三甲同在，也特别伫这个受难周，经历了主的受苦、得救、得胜、各活，这个恩典，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密倒来避会。今仔日第一场的礼拜到这结束，请兄弟姊妹互相请安问好。